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。你有冇試過食得少又做運動都瘦唔到，仲成日話攰，體檢仲話血糖唔正常？原來係你日日依照傳統食物金字塔出咗錯。今日就同大家重新認識食物金字塔，幫一班代謝唔好嘅朋友重新啟動健康之路。講起傳統嗰個舊食物金字塔，大家記唔記得最底層係咩？係主要食麵包、白飯、麵放咗係最底層，即係話叫你哋食最多。但係你知唔知咁樣食法根本就係血糖過山車？研究話食完飯之後血糖飆升，胰島素就會過度分泌，長期落嚟好容易搞到胰島素阻抗，跟住就係肥胖、糖尿病。舉個例，就好似你開車一路踩住油門唔放，油就會越燒越多，最後個引擎都會壞㗎。等同於白飯、麵糖，一食落肚就直接令血糖飆升。其實身體有個調節機制㗎，血糖一高就會分泌胰島素，將血糖送入細胞。但係如果血糖升得太快太急，胰島素就會反應過敏，分泌得太多，將太多血糖送入細胞，仲會搞到短暫低血糖添。所以好多朋友食完飯飽飽地之後，下晝就眼瞓。咁究竟新式嘅食物金字塔係點樣㗎？而家醫學界都提倡一種全新嘅低碳水化合物食物金字塔，最底層唔再係主要食飯麵包，而係優質蛋白加健康脂肪。優質蛋白就係草飼嘅肉類，比如牛、羊、豬呢啲，仲有啲自由飼養、冇加激素、冇加抗生素嘅肉。當然仲有其他好嘅蛋白質選擇。咁健康脂肪又係咩？就係橄欖油、椰子油，跟住中層就係大量蔬菜加少量低糖水果。講緊大量蔬菜，唔係叫你淨係食一種食，係叫你食唔同種類、唔同顏色嘅蔬菜。從中醫角度講，唔同顏色嘅蔬菜對身體唔同器官都有特別嘅營養，所以我哋叫呢個做彩虹色蔬菜同水果。至於低糖水果，就係啲含糖量低，唔會一食落肚就令血糖爆升嘅。特別係水果類，例如藍莓、士多啤梨呢啲，含糖量都好低。最後去到金字塔頂層，先至係少量澱粉同甜食品。呢度講嘅澱粉，最好唔好揀啲添加糖或者加工過嘅，揀啲複雜嘅全麥類澱粉。最重要係份量大，一定要少，頂多係食少少。研究證明，低碳、高質素蛋白質嘅飲食方式，可以令糖尿病患者嘅死亡率下降24%。靠呢種飲食方法，半年時間就令血糖返正常水平。總括嚟講，低碳飲食就好似幫你身體換咗一種燃油，打開咗你嘅燃燒系統，等身體可以燃燒脂肪。講到呢度，肯定好多朋友問，冇飯食唔慣，咁應該點算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可以試下細半碗白飯加2碗蔬菜加一份蛋白質，咁樣就係一個迷你版嘅新食物金字塔啦。頂層細半碗飯，中層2碗菜，底層一份蛋白。不過仲欠咗一樣嘢，健康脂肪。所以整餸嘅時候一定要加返健康嘅油。炒餸最好用椰子油，唔會因為高溫破壞營養。至於初榨橄欖油就適合拌，千祈唔好大火去炒，一炒就會破壞佢嘅營養㗎啦。仲有椰子油，佢入裏有中鏈脂肪酸，對養護腸道好，仲可以供應能量俾大腦。絕對係健康脂肪嘅好選擇。當然啦，如果你鍾意食麵，都可以用麵食代替白飯。不過講返句，好多麵入裏有麩質，有啲人腸道對麩質好敏感，仲有啲人會對麩質過敏。呢啲可以去做個診查就知道。關鍵係有啲人根本消化唔到麩質，食得多對養護腸道負擔好大㗎。總而言之，白飯可以換成藜麥、椰菜花飯。無論點樣，主要食物份量控制係一個手掌心咁大就好，咁就好似幫血糖升幅加咗個減速帶，唔會升得咁快。研究發現，咁樣飲食唔單止可以減少體內嘅內臟脂肪，仲可以穩定餐後血糖，仲會增加飽足感，減少暴飲暴食嘅情況。好多朋友成日話周身腫，成個人好沉重，去睇中醫，中醫就話你濕氣太重。其實濕氣重根本就係脾虛嘅結果，而脾虛又同你日日食嘅嘢有好大關係，咁樣就變成惡性循環。仲有啲人話我連飲水都會肥，其實可能係因為身體代謝能力變差，體內環境唔平衡，好多代謝通道都塞咗，
低碳飲食根本就係一種去濕排毒嘅飲食方法，無論點樣，飲食係一種選擇，亦都係一種責任。低碳飲食唔要限制你食乜，而係幫你重新調校身體嘅燃燒模式。如果你日日食好多碳水，身體就會靠碳水供應能量。如果你增加健康脂肪嘅攝取，身體就會識得燃燒脂肪嚟供應能量。咁樣飲食，第一唔會捱餓，第二食落肚嘅每一樣嘢都係健康嘅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問題、心得同體驗，亦都歡迎大家幫我哋訂閱同轉發。好啦，今期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拜拜。